好，来继续来看嘉义一个摄影师用这个空翕机来翕站门水库，结果翕到这个水库拢见底了，而且佫发草啊！这个水库变做大草坡，敢若像一座天然的咕噜木的球场。讲这个站门水库目前的储水率只有22趴外，这嘛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做出着决定，明年一期的调组停止灌溉。 扣山包围的所在，规片拢发青色的草啊。这个只是站门水库，是一个摄影师用空翕机翕到即马水库的情形。先去那边工作的时候有去看，然后发现怎么没有，就是没有水，然后都长得青那个草了。然后那时候灵机一下，我就说不然飞一个没有水的感觉。 水库规个大壳壳发草啊，摄影师甲画面抛去网络，互网友看到画面了后，拢伫咧讨论。我觉得它蛮像一座很大的高尔夫球场，然后我觉得它是因为水库就是干涸见底才变成这样的话，就是还是会有一点难过。 根据台湾水库的水情数据，台湾欠水量第一大站门水库总量是708万立方公尺，满水面积是1714甲，满水位是230公尺。不过，即马水位降到203公尺，欠水率到22.4%。安那北部的石门水库即马欠水率到61.8%，中部的明德水库欠水率到16.5%，迄是全台湾欠水情形真严重。我们也会开始做区域的一个调度资源，能够确保我们嘉南地区到明年6月供水无虞。安那站门水库主要是供应南部的农业用水，所以水利署经过评估，就惊田无水通灌溉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，明年早冬会停止灌溉，嘛呼吁民众水还较欠咧用咧，才会来度过这段大水期。